影片中英对照字幕。这个档案是记事本的纯文件档案，那是怎么送上 LINE 的呢？按最左下角加号，然后按档案，然后来最左边3条横线，最左边3条水平线，然后按这个下载按这个可用空间 IF9002 显示可用空间 2.78 GB， 按这个，可见也可以从云端硬碟，可以从云端硬碟找出来呢。音乐、图片、档案管理员，档案管理员，云端硬碟，档案管理员原来从档案管理员也可以找拍照片、影片、录影，那个放在 DCIM，那如何找到在这里？好多种档案T 就是 TXT 啊，这是纯文件档案了，中日对照的，中英呢？也不知道档名是什么。也不容易找到要的了，应该是这个了。不知道档名是什么。如果从这个 IF9002 这里下去 ，IF9002 显示空间2.98 GB， 那边进去找，同样找资料夹 DCIM，这个好处还可以按最右边，倒数第二个依照修改日期，开启看看。你看它就显示那个档名了，档名正确就是按这个。原来是这样来的。然后打开，可以公开呢可以公开到 LINE 各个群组呢公开到 LINE 各个群组。可以那个要再传出去的话，就按公开了。自己看的话，启动阅读程式。也可以大声朗读的。大声朗读会不会读英文啊？按 Chrome， Chrome， 看看会不会翻译啊？有没有办法翻译啊？有可以翻译啊。它翻译成什么？如果只有英文的话，那就翻译英文。就这样了，就这样操作了